伊是讲，我的是屎啊，能骂吗？说哈，我跟少年人就是少年。好，拍。什么？我赢啦！我知影你会当看牌，但是我会当换牌。要行姐。就走环绕，对对对，然后也开始讲刚刚的台词。再来一次，我跟什么？我赢啦！3、2、1，敲。好，来。好，先换，然后看加副。先看多点，OK。然后也是。来，再一次。啊，我在讲什么？好像我。但我是有拍到博俊的。喂，我钱已经拿到了，他们没有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赌狗。